加拜加拜，大家好，欢迎收看阿里马朱马，我是来自拉拉兰部落的达咪古。拉拉兰在哪里呢？就是在台东太麻里乡的新香兰部落。那也期待透过阿里马朱马这个节目来跟大家分享达咪古生活周遭不教的族语，还有跟朋友们一起聊天会用到的族语。那借由简单的生活化的有趣味的方式来分享我们的排湾族语有哪些内容。阿里马朱马这个节目的意思呢是走吧，我们一起回家，一起回家学族语，一起回家说族语，一起来分享排湾族的族语。阿里，走吧！阿里，让我们来一起看看今天分享的第一个单字是什么吧。第一个单字是 jalan，jalan 就是有道路或是路的意思。之前我们的例句有提过 jalan。好，想到路呢，就讲到走路，走路叫做 jamavats。好，都有这个 DJ 的音，是我们这阵子学的单字呢比较少见的，就是这个音 jalan， 然后跟 jamavats。好，路跟走路是两个不同的单字。好，如果我要跟人家讲说，有人跟我说，拜港阿根，再见，拜拜，拜港阿根，这也是在部落，你可以就是跟老人家，就是比如说你要离开一个场合，你可以跟族人说，拜港阿根，拜港阿根就是再见。那夫妇可能就会回答你说，给嘎溜安啊哟，就是慢慢走哦，小心走。好，嘎溜这个单字等一下会出现，就是慢慢走的意思，慢一点。好，那如果长一点的说，路上小心，请慢走，可以怎么说呢？给嘎溜安啊，以加兰，就是道路在后面有没有？以加兰，以什么地方？以加兰，给嘎溜安啊，就是慢慢走哦，小心一点。这个 gi 又出现了，就是获得，就是要你慢慢的、小心的。好，就是在路上的时候要慢慢的、小心的，就是路上小心，请慢走。gi ga liu an啊，以加兰 gi ga liu an啊，以加兰。好，就是路上小心，请慢走。好，接着呢，我们第二个单字是 daged，daged 也可以用 daed。达尔的是没有歌音的时候的说法，是其他部落可能可以使用的 daged 或是 daed。这个睡觉这个字呢，它有一些用法，比如说我们在 Podcast 上面有介绍到一个在台东金轮部落的店家叫打个蛋。好，它其实是从 daged 这个单字做延伸的，就是在后面加上 an 打个蛋。打个蛋呢，指的是睡觉的地方。好，睡觉的地方就叫做打个蛋。通常 an 在尾巴这样子的后缀词，就是有地点，表示处所啊、地点的意思。好，所以你看到什么单字，比如说刚的加兰，是不是后面是 an， 它就有处所，按在后面这个字就有处所啊，或是表示一个明确的地点。好，比如说还有一个单字是达达格西安。也有安在后面嘛，达达格西安就是学校的族语的说法，达达格西安、加兰还有达格胆，这些都是指明确的地方，所以它的后缀词就是 an。那达格胆是睡觉 daged 的这个字的延伸。好 daged 的如果妈妈在讲 daged 的，就会用 dagadu， 就是去睡觉命令式。如果后面是 u乌这个音的结尾呢，就会是通常是有命令的语气或是祈使句的意思。我通常就会一个字就可以表示说你给我去睡觉，打个赌就是打个赌，睡觉了，不要再玩了，打个赌去睡觉，就是睡觉的命令式。好，如果要叫人家起床了，不要再睡了，嘎嚓噜也是有乌的音，就是嘎嚓了是起来，那起床不要再睡了，命令式的起来就是嘎嚓噜嘎嚓噜。好 daged 可以怎么造句呢？像我们之前学过的玛雅马西亚的玛雅就是不要嘛，那不要再睡了，就是有人上课睡着，叫你的同学起来就说玛雅 daged， 老师在看你了，不要再睡觉了，玛雅 daged 就是不要睡着了，不要再睡了。好，打个赌，我们的去睡觉的命令式。好，接着这个单字呢叫做草草，草草是人的意思，排湾族在讲人叫草草。那如果我们讲原住民，我们讲自己部落族人好了，排湾族在讲族人，或是你是嘎查里西亚吗？就是问你是族人吗？你是
原住民嘛，我们会用嘎查里西安。那讲人呢，我们会用草草。嘎查里西安这个单字呢也蛮特别的，有听到它有安的音嘛，就是 an。好，嘎查里西安呢，它是用查里西这个单字做延伸的，它前面加了一个嘎。嘎有表示住在什么地方，就是特别标记起来 ka 嘎，然后后面有 an 嘛，就是什么地方，住在什么地方的人可以算是我们自己的人呢，算是原住民族人。在以前排湾族这个世界观里面呢，住在斜坡上的人，因为排湾族就住斜坡嘛，查理西是斜坡，那嘎查理西岸我们就会指说是族人啊，原住民住在斜坡上跟我们一样的人，就是嘎查理西岸。好，那草草就是人。那我如果要说很多人的话，跟什么物品很多不一样哦。里奥是什么物品很多嘛？里奥啊什么东西？那如果我们要说很多人的话，我们会用九鲁夫这个单字。九鲁夫是专门形容人的数量很多。那如果要说，这里人好多，好拥挤哦，这里人有很多人，可以说九鲁夫啊，草草以马扎，以马扎就是在这里。以什么地方嘛？以马扎在这里。九鲁夫是人很多人的那个多，专门用来形容人的数量多，可以用九鲁夫。九鲁夫啊，草草以马扎，就是这里有很多人。希望今天分享的单字对你的生活都可以用得上哦。马萨鲁阿拉瓦茨，拜拜。